怎么了？顧大少養尊處優慣了，沒待過這麼差的環境，喝不下去吧？不是，我記得我父母親去世的那天，也是下着大雨，我淋了雨，奶奶也煮了一碗薑湯給我喝。I would love to have the chance, 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cooperation. Thank you. OK， 南宫小姐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。今天的面試呢，就到此結束了。你看看你還有什麼需要了解的？如果沒有的話呢，我們會在3到5個工作日內通知你面試結果。我沒有什麼問題了，今天辛苦了。再見。再會。這個還不錯。下一個。大媽，這是乾乾淨淨的，我才洗過的。平時是我閨女用的，她在縣裡打工，你們用吧啊，放心用。不是乾乾淨淨。大媽，您能收留我们已經很感謝了。那你這樣弄得多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看你說的，你們是客人，咱家這個條件也就這樣了，別嫌棄才是。沒有，你們小兩口啊，早點休息，明天呢有什麼事兒再說。好，再見。我先走了啊，謝謝。哎，好好好，歇着啊。哎呀，行了，磨叽什麼呢？睡覺了。我睡左邊，男左女右，老規矩。別想了，睡覺了。我已經安排好了，司徒明天早上會來接我們的。磨叽什麼呢你？快睡。看什麼呢？關燈。